歡迎大家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今日同大家分享3件新聞，分別係有人衝入馬場賽道事件、趙家賢受訪事件同香港購買 ESIM 事件。12月14號有一個男人喺沙田賽馬第8場賽事進行期間，手持橫額衝入近終點處嘅草地賽道，好彩及時俾人冚地制服，所有騎師同馬匹安全過終點。警方表示，有一個59歲嘅本地男子涉嫌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被捕扣查，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呢個人手持橫額，寫咗鄧 X 強落台，要求調查宏福運5級大火事件。香港人加有呢啲字眼。要留意嘅係，佢寫錯咗鄧生個名，中間係甲乙丙個丙，係人都知道佢個丙係邊個丙啦。更奇怪嘅係，點解唔以國安法拉佢呢？只係用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拉佢咋喎？呢件事係好奇怪。當然佢嘅行為係極度不負責任，我唔知佢係咪宏福苑嘅居民，但佢唔理自身同馬匹、騎師嘅安全，呢個係好不智嘅行為。但係喺另一個方面嚟講，我哋亦需要反思一下呢個情況。點解呢個人要用呢種極端嘅行為去表達訴求呢？係咪佢有冤無路訴？定係佢去過投訴好多次都冇人理佢，要搞到佢用呢種手段去表達訴求？我相信喺呢方面有組織都要反思一下。趙家賢47人案獲釋後首次受訪，向國家同香港致歉，話自己當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喺35家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中被裁定罪成，判監7年嘅趙家賢，佢被認為喺獄中表現良好，上月底提早獲釋。無線新聞喺12月15號播出佢嘅專訪，佢表示坐監期間閱讀好多本同國家發展有關嘅書同政策文件，認為有助糾正以往偏頗嘅價值觀。佢就案件衝擊憲制秩序向國家、香港同市民致歉，話未來唔會再打擦邊球。佢亦都有講喺坐監期間未能見患癌父親最後一面，未來最重要係為家人而活。佢仲話若事情未能100%確保合法合規，就唔會以擦邊球或偷雞方式處理，覺得有問題就一定抽身。佢表示自己唔會移民。我覺得一個人突然改變價值觀，佢可能成為咗紅人，我勸佢都係離開香港，要泯滅良知過生活，何苦呢？我亦相信佢搏表現想放反出嚟都應份，但佢可以選擇唔講嘢，唔講嘢唔會口臭嘅。最討厭嘅就係呢啲變色龍。最令我氣憤嘅係佢咁講，喺未被判刑扣押初期已經想協助控方擔任從犯證人，佢自覺要有責任講出真相，但承認獲釋後擔心被人報復。佢提到早喺反修例期間已不認同暴力，並舉出2宗事件令佢最反感，包括涉暴動案、被稱為健仔嘅陳志健被游說俾錢走佬後最終被出賣嘅事件，以及馬鞍山一名伯伯同示威者爭執後，俾人淋易燃液體點火燒傷。點解當年啲人要用暴力解決問題？係因為佢哋試過用和平嘅方式表達訴求，而有人唔理呢啲聲音而造成嘅。趙生係咪黐咗？你要自保可以唔出聲，唔使同某組織去做宣傳。你自己都俾人咬甩咗隻耳仔，講啲咁嘅嘢。近年港人報復式旅遊，貪方便唔想換電話卡，不少人都會轉用 ESIM， 只需掃描電郵或單據上嘅 QR code 就可以上網，確實比傳統鴨寮街 SIM 卡方便得多。不過，消委會最新嘅報告就提醒大家， ESIM 並非即買即用咁簡單，特別係香港版手機獨有嘅規格問題，隨時令你得物無所用。究竟 ESIM 係咩呢？點解比傳統 SIM 安全？ESIM 全名係 Embedded SIM， 係一粒直接嵌入喺手機電路板上嘅晶片。ESIM 係全軟件操作，網上購買後就可以掃描商戶提供嘅 QR code 即時啟用，唔使周圍揾針換卡，亦唔怕遺失原本嘅香港 SIM 卡。傳統 SIM 卡容易俾人拔出盜用， ESIM 內建於手機，配合手機防盜功能同遠端刪除，資料更難俾不法分子存取。外國版手機已經使用 ESIM 多年，但香港版本則多為傳統雙卡手機，好多時只支援2張實體 Nano SIM，
而完全沒有 eSIM 功能。以 Apple 為例，佢哋喺香港2025年新推出嘅 iPhone 17系列 iPhone Air 才有支援，過去就只有特定嘅 iPhone SE 機型有 eSIM。Android 手機更需要各自到官網確認，電信商亦會有相關網頁可以查詢。消委會曾接獲一宗投訴個案，事主喺網上買了 eSIM， 去到外地先發覺自己嘅手機根本唔支援 eSIM 功能，導致得物無所用。呢個情況嘅爭拗係事主認為商戶網站冇清楚列明乜嘢型號唔支援，感覺被誤導，而最終結果係商戶提交證據，指網站其實有列出支援嘅型號清單，商戶拒絕退款，最終事主只能接受將款項轉移到該電信商嘅合約入面。所以買 eSIM 前要先了解你嘅手機係咪支援 eSIM。好啦，今集講到呢度，請大家留言、評論同分享呢段視頻，都希望大家訂閱呢個視頻啦，多謝。